是乐乐，爱听我的频道哦！耶！我伫寿山动物园，嘿，哈！哎呀，是啥人咧唱歌？伫遐有人咧唱歌呢。敢真正是人咧唱歌？咱来去看卖。啥人住伫内底？我是台湾乌熊波比，你是啥啊？波比你好，我是乐乐，拄则敢是你咧唱歌？唱歌？我袂晓唱歌啊。敢是冰冰？空哦，竟然趁我无注意，家己伫遐练习才艺。啥咧甲我叫？我是寿山动物园的大明星。你看我胸坎头前有大大的白色的 V， 就知影我是一只缘投的台湾乌熊。白色的 V， 真实呢！你规身躯毛拢是乌的，不过你的胸坎顶哪有画一撮白色的 V？ 乐乐敢知影？有关我胸坎头前的白 V 字，有一个传说故事哦。熊甲爸住伫树林内，因是好朋友。有一天，熊甲爸约好势，要替对方画好看的花草。阮熊啊，特别认真，替爸画足水的花草，就变成台湾薰爸。想袂到讲，迄位薰爸朋友竟然凊彩甲熊规身躯画甲焦乌。等熊发现的时，已经变做一只乌熊。因为伤生气啊，所以就开始遛薰爸。就安尼，薰爸最后一抓还未画熟的所在，就变成白色的 V 啊啦。原来台湾乌熊的 V 是安尼来的。这就是传说啊！足侪人掠准，敢若台湾乌熊有白 V 领，其实只要是亚洲乌熊，就会有这个记号哦。虽然讲只要是亚洲乌熊拢有，不过乐乐是毋是感觉白 V 领甲我缘投的面特别适配啊？有够缘投。我敢若闻到食物的面呢。我要来找看卖勇士丸甲物件藏伫咧倒位。我贵枵啊啦！乐乐，你继续去找看是啥物人咧唱歌。何必再会？这嘛有乌熊？平平咧食柑仔，动物园内敢阁有其他乌熊？嘿嘿，伊困甲足路面呢，奇怪，为什么乌熊无带做伙？应该毋是好朋友。乌熊是介意家己活动的动物，只有咧找对象，阁有车向细只熊的时阵，才会做伙团。原来是安尼。吹到啊，就是恁咧唱歌。是啥？答案就是你。竟然互你发现啊！安尼我就搁唱一届。教我教，我嘛想要唱高山仔歌。这毋是高山仔歌，我是长手丸，我这毋是狗。啥物？你毋是狗？你敢毋是长手丸狗？我的名叫做金喙皮长手丸，我是丸。丸和狗虽然是亲族，不过我毋是同一种哦。丸。狗啊，是毋是阁有猩猩甲人熊？大家敢拢无共？无毋对，咱先熟悉一下。我是北方猪尾狗，我的尾流亲像猪尾肉同款。我是胭脂狗。忽然发现啊，我是乌狗啦。乌狗咧假困。我是上有智慧的长鬃人熊。你是人熊？虽然人类拢叫我人熊，不过其实阮嘛是狗啦。啊那我咧，我喙皮两边是金黄色，上水的金喙皮长手丸。
我是双手白白、上水的白手长手丸，阮是爱水的丸。恁是丸？紧落来，你莫相拍啦，害来害去足危险的。嘿，阮上介意用长长的手害来害去，其他动物是学袂来的哦。哟呼！害到我头晕嘛，敢阁有别只丸？搁有阮，我是红毛的红毛猩猩，我是黑猩猩，我黑毛啦。阮嘛是丸哦。狗、丸、猩猩、狼熊、猩猩、狗，哎呦，哪会遮尔侪名？哎，莫着急，只要会晓分狗甲丸就好啊。紧甲我教。听好哦，狗和丸是无共的动物。对，金喙配长手丸有讲伊毋是狗，毋过看起来足像的啊。其实，狗和丸有4个所在无共哦。先看尻川，首先狗有尾溜，毋过丸的尾溜退化呀，已经看无尾溜啊哦。原来是安尼，狗有尾溜。等下，阮眼睛狗要安怎？哎呀，恁只是尾溜较短小看，马上是有尾溜啊。是的。你的面足红，敢是歹势？无礼貌，我的红面是天生的啦。我歹势。狗和丸第二项无共，伫前肢的长度。前肢就是手，详细甲看啊，丸的手是毋是拢比后骹较长啊？真是呢，不怪互人叫长手丸。嘿嘿，阮猩猩嘛是丸，毋若手比较长，手指头啊嘛特别活哦。哎，我抱面照皮来倒一下。哎呦喂啊！乐乐，你看，阮的手和人类的手足像的。我阁发现你笑的时，目睭会眯起来呢。红毛猩猩有真侪所在甲人足像的，所以嘛有人讲阮是树哪来的人类。过来，第三项，狗和丸无共的所在是行路的方式。狗行路的时，手甲脚会同坐伫涂骹，骹部会搭伫涂骹。丸行路的时，有时手会举起来，若是放伫涂骹，嘛会翘翘。丸的手足长的，举起来也是翘翘咧行路，嘛较方便。乐乐，袂歹哦。无啦。狗和丸上尾一项无共的所在，毋是遮好认啦。紧讲。听好势，迄就是丸手骨的毛是向外翻咧发，狗手骨的毛颠倒是为手面的方向顺咧发。咱来详细甲看卖。原来是安尼，丸毛向这边向外，狗毛是安尼向下面。哎呦，恭喜乐乐，你已经学会晓安怎分辨狗和丸咯。就好诶，安尼就来考乐乐和小朋友。无问题，我接受挑战。详细看，画面顶倒一只是狗？互我看卖咧。阁有10秒，紧找出狗的特点。我看到啊，狗有长尾溜，丸无尾溜。5秒，小朋友，你敢有看到？甲我讲你的答案是啥物？答案是正边有长尾溜的是狗。无毋对，正边是属于狗的长鬃狼形。虽然狗和丸有差别，不过阮也是好朋友，嘛有足侪相像的所在。我知，恁拢介意食香蕉对无？好食。
有关冤狗介意食香蕉这件代志，其实并无完全正确。冤甲狗是杂食动物，若介意食甜甜的果子，佮嘛会食菜苋、金花类、树籽，甚至是树叶啊。伫动物园，养饲员有时阵嘛会互阮一寡点心，补充营养。你看，大家拢最介意食全麦薯棒。你哪会黑白偏食物啦？哇，是咧，我有淡薄仔经食。食物拢爱食好清气。乐乐敢要食一点仔菜苋？你哪会拢无认真食饭？食物件爱专心。高山啊，足介意乱摸的呢。阮是足好斗阵的群居动物，互相乱摸是上快乐的代志。无毋对，甲朋友做伙耍上欢喜呀！时间无早，咱嘛应该来等啊。呀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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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乐乐，你哪会这么欢喜？寿山动物园真好耍，原来只要是亚洲乌熊，胸坎拢有白色的 V， 毋是干那台湾乌熊才有。我阁知影，猿甲狗是无同的动物。狗毋若介意食果子，嘛会食菜苋甲点心。对啊，点心。阿姊，我巴肚就枵的，敢会使先食点心？安尼哦，咱较晚才食好无？毋过较晚就要食暗顿啊，我敢袂使即马食？小等者，乐乐，你看遐。哇，是狗！狗走出来啊！紧甲动物园的管理员讲。乐乐，莫紧张，这是乌鸡狗。因是住伫附近的野生狗哦。阿姊，因是毋是咧看我的点心？紧收起来，看来毋但乐乐介意食点心，乌鸡狗嘛足介意的。哪会安尼？小朋友，寿山动物园附近有住野生的狗，行路的时食物一定要收入去袋仔内，千万袂当凊彩吃哦。无毋对，袂使凊彩饲狗。小朋友，你感觉我同款介意世界冒险，熟悉新朋友咧？写批甲我讲，伊想要约乐乐去倒位冒险哦。多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介意我，介意小星星，即阵乐乐 TV 有专属的优惠哦。订小星星杂志，你就通看到更较侪阮的故事，通到资讯栏看更较侪资讯。妈妈袂记你爱订我的频道哦，哈哈哈哈。